咁你頭先講呢首歌係一首跳唱歌，咁即係會跳舞係咪咧？係呢首跳呢首歌係一首跳唱嘅歌嚟嘅。咁個歌名咧點樣可以唔透露又透露少少咧？就係新嘅幻想。點解叫做新嘅幻想咧？因為係完全用一個新嘅曲風、新嘅形象同大家去見面嘅。大約18歲咧，就想用一個再成熟啲嘅一個形象去同大家見面啦。咁呢個咁型格跳唱歌手方向嘅形象咧，其實就係想帶一種新鮮感俾大家，同埋一種令大家會有幻想空間嘅。好啦，咁啊呢邊咧，我覺得好婉轉，但係到呢呢首新歌出嘅時候，大家就會明白我講啲乜嘢。呢首歌係有關兜風同埋揸車，方向懷咧係一首令大家會充滿幻想嘅一首歌咯。咁希望大家聽完之後都會有呢種感覺。呢首跳唱歌係會跳舞嘅，而且跳舞咧係比較行啦跳得，因為今次都係我第一次嘗試即係跳得咁行嘅一首曲風啦。我好肯定咁話俾大家知，呢個係真係會帶到一種好新鮮嘅感覺俾大家。咁 MV 都好，雖然簡約，但係好 high fashion 咯。